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小 K， 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大家看到了细细个用哦，大家底下嘛个么？俩是油叉个用哦，俩油叉树抬来过后，俩酱个叉油啊，俩下真紧买到冻销头哦。俩是因为去年爆发了个食安危机过后，大家都会溃死反响，因为这个土地种出了个叉油，那个品质真系最稳定的哦。其实俩叉油，你下种挑过就有人种嘞，俩所以下种个提升产业。苗栗个山湾还有咱种俩钓素材挑过，就会动到种那个叉油个位所，你下利用那个机会还有那个蜂巢，那个叉油个产业系咪做得个大同起来？农民你下需要嘛个，佢耕种行有多多嘛个问题，政府方面嘅政策有用个提升，你就会基本出面台会当讲你到苗栗个山湾，为大家像我哋讨论个议题哦，你哋下影片去到讨论个现场。开会了！讲跳到呢度咧，下出面台会讨论个现场，真紧哦，都跳过迄种快工就安样，都台用树下吼，向前都臭到嫩嫩，像下咧关心。你啊，你讲系水冲受个控甜油啊，那个叉油，到大家未来都推翻，系咪嗰做啲大同热破性格风潮吼？下面呢为大家咧稍介基本参加个特别里边有到，你向下关心了张议题哦。提前为大家稍介看到系农粮署的图表，嘅测量作物课的课中数定组。苏科长早安，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天议会里边呢，你稍介系你苗栗人情府农业处的处长，稍介系赖稳平赖处长好。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处长，第三会里边呢，佢系专门研究了树个专家哦，稍介系林业实验所研发区研究中心嘅主任许念水许主任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上届里边吼，从木强用嘅封面角度，向下咧探讨了张议题哦。你咧看之前有俩做俩新闻采访访问，大家咧好好了解。你俩三番乡差就嘅故乡，叫做哪条故事呢？当然，你要交消费者会的之类无？您太太是这个董事吗？还是监察人呢？台通公司嘅复姓加入案已传出来，贵州台湾是用旧嘅富安内幕美丽环保，凸显出冲起以来旧嘅食安危机。对市场已经冇信心嘅消费者都会问：是哪为侵台湾好油呢？叉油较面线，它种传统的美食，那种用叉子做出来的叉油，品质好有空气，重新变焦点。3万个8年机器的拍槽，就是为顾好了一条长种下去嘅油叉树，讲究嘅系完全天然无毒嘅。你要把关吼，唔可以插，唔可以种化学配，也唔可以泻药嘅。你就好辛苦拍。透过黑种就有动人种叉树做叉油，此前为提条油普及过后，叉油嘅生产就下少咧。不过好油就是好油，爱个动到靠鸟。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那个食用油啊你一般都讲，你我会卖油哈，你咪讲卖到木村啊，咩你俩系一点村的天然的啊，用紧啊。苗栗山湾路条牌就是叉油嘅重要产地，包含3年南种都有。你下市场嘅市区有起来咧，农业单位、普通农民为紧种紧发，因为叉树唔但像做啲生产好油，对水土保持、老景观咪都有好处。条牌你就下新列2年前啊，养15公顷啦哈，目前也做到了，差不多新上到60公顷了，60公顷了。农民3万种传统嘅叉油厂也会升级转型。透过包装、行销，会打出菜体品牌。都国家呢，同啊的油茶产业呢，列入安尼的重要的粮油的产业。对安尼客家文化的发展也的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的天意当重要。新木落体界合种叉油产业，对人家空气、对环境生态都有正面嘅意义。为用个空台规模，只要3滚学强下来达标。这
实应该相信哦，当你甲向气挑过啊，都较种示范，你细细细这个记忆和动庆数哦。我们要想请教农粮署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这样这个产业发展历史来看哦，好像这个其实茶油产业曾经没落了一段时间，其实废园的也不在少数。那走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为什么现在中央政府开始会想来说，把重点关爱的眼神再放到我们的茶油产业，想说要再来做一种推动？那事实上，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说我们的食用油的部分、安全的部分，还有保健、营养的部分，最重要的哈，我们希望生产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有的一个油源，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这个所谓的粮食自给率，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油把它增加了哈，然后来自己供应给自己。那这个苦茶这个油，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油脂哦，又称为所谓的东方的橄榄油了。健康长寿油。那科长，现在我们台湾国内哈，这个茶油种的面积大概是怎么样了？目前将近1000多公顷哈。这算多还算少？算不多，算是一个蛮小的一个产业哈，有突破跟扩增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现在一个主力的鼓励辅导政策是什么？将来有没有希望一起达到的一个理想目标？是。目前政府这边也很积极在推动，我们有一些休耕农地哈，事实上是可以来种这个苦茶油然后，包括像我们林试所哈，在这个台中啊、泰安啊，有一些水田的土地哈，去种油茶，事实上成果都不错，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非耕的土地，把它来种这个油茶，然后把这个面积扩增。你看到遐茶油其实那个种茶树，油茶树、老茶树，可能记到很某种人的东西哦，哈，看到普通来讲，那种茶油界吼分作两类，一种系那种散啦，比如讲种介油茶树，它就一种系茶糜、茶叶树、茶糜哈，所以这个采叶的，这是采籽的，所以只能够榨油，所以台田呢基本上就大粒的，也就细粒的，然后可能是种过大油改田进口的哈，然后细粒的就会推翻粘性种的，所以你下种的台田下倒的茶油树，它是两种，它有分类啦，它有风发，也有劲发。走出那个油瓶哦，可能冇形容，因为它的这个所谓健康长寿油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冒烟点是很高的，所以它的品性非常的稳定，相对走在台对下都天空该空天该忌讳啦哈。那种茶米树就是一般我们在喝茶的那种茶树，因为采叶子经济利益比它采籽还高，所以它台铁安用，那就款多。不过问题我也要想请教，今天我们农事所的专家来到这边。刚刚科长跟我们提点到一个，政府现在积极要来大力的转做推广这个哈，一方面除了说真的茶油对我们国民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好油，再来一个，它对我们国土保育好像也起到重要的功能。那我想请问一下，油茶树跟茶叶树，油茶树它有水土保持的功能，奇怪，那为什么高山茶却要禁止，却要就是不鼓励在山上种植？这两种是不一样吗？油茶树真的是一个好的水土保育的作物吗？谢谢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哈。那其实油茶跟茶树在经营上，各位如果有经营茶园的都知道哈。油茶它那个因为采收结果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树留的比较高，让它有更多的枝条来开花结实。那茶树的话，因为我们采叶的，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做成矮篱的状况之下，密植来做栽培。那为什么高山不能种？最主要它因为茶树在经营的时候，它需要用很多农药，会有水源污染的问题。还有在高山的土地往往都是林业用地，所以会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顾虑。是。那油茶种在山区里头，因为油茶它本身它的根比较深。然后它的对水土保持的作用也不错，它本身就是个小灌木，所以一般来讲，在早期推广造林的时候，也把油茶列为造林树种之一的原因就是这样。事实上，这个种作油茶树对水保也好，对农民的生计、客庄的经济都有一个带动的作用。楚总，其实都种用农粮署开始退粮之前，你上班两片苗栗两片啊，种茶油树都阿蛮多的哈，让政府很对俩。顺系，你苗栗人该特色作物的特色的区域作物，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油茶树？其实啦，苗栗县政府在民国99年的时候开始做来推油茶哈。那么1公顷呢，种出1000头呢，县政府就补助10万元，分2年的补助啊哈。所以从18年到目前为止呢，到102年，苗栗县的全县的面积差不多有100
103公顷，差不多占全国的1/10的。哦，1/10的。从101年到101年，差不多成长有几10公顷的。好，也1、2年呢，我相信就讲因为油茶价钱非常的好啊，吼，那么加上政府的政策推动下去啊，我相信也量啊，哈，嗰也种植的面积应该会来批数的成长。你咧看到，就下初中就讲到，你啊全苗栗人总了解有差数嘅面积就有203.8公顷，你3万啊，基本流量嘅所在係水稻嘅總共有43公頃，了差不多係15年內新種嘅非常安家吼，仲有安有嘅樹土到面積，佢嘅田園南種也有27公頃。3年未有19.1公頃，通路吼12公頃，所以通盤加起來，了解苗栗人總有差數嘅面積係全台灣排第6個吼。我甲看到呢，了解茶籽啊，即營業嘅數量做得有660公噸，了做出茶油啊，做得有36萬斤安多啦吼。不過呢，了下全苗栗人單場係3萬有唯一嘅產銷班，當然了規模係咪緊做緊台時間，了實皮也好，營業方面也好，也有天然帶起來吼。了下台地面積總有43公頃，1公頃嘅茶籽啊，做得台地生產2300公斤，營業損耗咧就係9萬兩公斤，所以係減咗10萬公斤咧吼。然後呢，了下產業界就動清楚咩吼？8公斤了10介茶籽，台地做啲佔有佔1.5推斤嘅茶油，算係近半嘅量啦吼。因為一斤600公頃，台地超過賣2000元、1200元，你下因為價是幾耐幾好，你下做得一斤賣到1000元。人擺啦，那個市場嘅銷路行較好時，即可能1800、2200都有可能吼，大家都得期待。全鄉年產台地有8241斤，算到安靜，有兩一斤全部都係最高級嘅好油啦吼。所以咧，按照一年哦，兩苗栗你3萬鄉做得1900萬嘅收入，那算也蠻多咧吼。平均1公頃嘅收入做得來到43萬，扣體成本了後，台地有20萬。你總額啊，一甲當台鐵9萬元、10萬元變呢，所以你比起咧利潤確實又下好吼，做咧真正下到你個農民咧起重困了。基本向總有咧到現狀，向總我會請問哦，你講到3萬你已有名咧吼，你下茶油你下真正見咧見市行咧吼，賣到凍銷頭。對你3萬來講吼，你個既然你下農民個基礎吼，甚至都有咧啦吼。對香港所個立從國土來講吼，用迄個葡萄本來個面積緊重緊翻，品質也就見得緊好。當然農民個收入也都做得見得緊好，你用來困難咯。種葡茶油呢，最好有水土保持，韓國這個種多優勢呢，可以養生咯，較繁較免錢哈。同時呢，對那個農家人增加個收入啊，非常有正面的一個作用。那麼安尼就農會啊哈，做來推廣嘅時節，安尼工廠呢哈，主要需要農民去做乜嘅，不過加個生產機制，也係個去做乜嘅工廠，也係個比較快嘅時節，因為農會呢比較較冇嘅採驗咯，工廠呢就透過代表會呢，就來變預算，來幫農民呢一個鼓勵哈，幫佢有一個誘因咯，幫佢來擴大家嘅經營面積啊！鼓勵係乜計咯？啊！鼓勵係乜嘅鼓勵哦？鼓勵就係用錢啊補助啊，你留意。所以今日話講，有誘因啊，係。種有菜時間，供數兩片為咗補助。係啦，個今日個生產機制啊，需要嘅，台呀乜嘅包裝嘅嚇，咁樣嘅品質嘅一個包裝啊，一個加嘅行銷嘅一個時間呢。公共所呢義不容辭啦，我講起咧，其實你個機會非常多咧哦，吼，你個機會呢，你對既然你個生態環境有好處，個對你真正無論研究嘅事件，你個合作嘅經濟吼，係咪做得嗰真正大同時咧，你可能機會真正多咧。你係有個同鄉親朋友吼，是只有種茶葉嘅農民，你分享也講提出呢啲嘅問題。你係種茶葉，呢啲為咗種魚麼？個種茶葉你係要拄到乜困難麼？就加啲機會咧，反映嚟搶下手。苗栗縣政府嘅時間啦，你下嘅賴處長講嘅，4年前99年就開始推廣，鼓勵我哋啲農民種茶葉，但是咧，我3萬鄉啊，係早年嘅40幾年前就實行嘅都市計劃啊，我哋啲當地嘅農民啊，我嘅耕地啊，到底下一直喺度耕地，一直喺耕地咧，我哋都會有啲人嘅所在比較多工業用地。蔬菜用地，
这个工业用地、储车用地就不列在补助范围内。所以讲，咱对咱对一般的提出是挺不公平的。像你的地就系安样吗？咱的地是属于工业用地。你有种插油吗？我有啊。种几番哦？我种3分啦。有亮度然后给补助钱吗？没有，伊讲样做冇，但是冇亮度冇相关，反倒在那县政府，老爱在那扣嘛个了，扣地价税，迄咩了都非常冇公平讲啊。就希望讲乡公所政府做啲补助，也都有农民来鼓励。来，大家用咗嚟种茶叶。呢个林地啊，相当开发很难啦，现场唔出来啊，动动年语言来种啊。你讲现场出来系嘛个意思？现场砍伐树木啊，独睇啦，像特别啲农地啊，都未变到农林业用地。变成林地就不能够任意砍伐。特别啲唔地。所以啲樹都唔得，呢種種唔得啦。所以也冇單位冇地好種咧。冇地要到嗰度當然喺度種，冇地好種。希望啦，上級來放寬撥來種油茶樹。呢兩條茶油啊，嘅品種嘅問題啊，種嘅品種啊，我係下專嘅啦，我係下好嘅啦。對兩種病蟲害啊，係冇嘅啦。可以比较少了，产量也还多了我就希望我们这个上级的辅导单位啦有办法请下好的嗰種苗木，不然一的農民的還有栽種育苗木啦。好，非常感謝你嘅先生，感謝。通道咱乡亲朋友大家种的问题安尼分两类，先来请问安尼甲厝长，其实厝长，请问你真切顺系鼓励大家你开始种了油茶，因为好处也蛮多的毋过是只有拄到困难，一种系了土地嘅限制，真紧话种的是这既有心，毋过了土地都按少咩，系毋系做啲了开发嘅利用，做啲像刚才先生讲的，讲的既有限制毋得，真紧话量都补出，有冇机会互量了冇鼓励到，汉卡呢系到林地咧种也种毋得，了用介使系毋系了法律方面做啲改头，还有田野方面还有讲到了个品种方面系毋系了政府做啲加强，详细先做回应。感谢各位乡亲所提的问题。TV 上所提的工业用地文化量补助的部分也真可以专业再研究一下安尼因为县政府的补助全部都有当天的补助的办法，原则上可以农牧用地为主啦。至于讲较因为都市计划的管理方面嘅工业用地的部分，也得係咪能夠突破我還要專業老同事再研究安樣。那楚總，呢個問題係咪真緊是很矛盾、很冇辦法解決的問題呢？政府的補助標準都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據的那麼沒法做農牧用地的、工業用地的，我們要補助可能就有一些困難在。真緊最主要就是說土地做怎麼樣的規劃，做怎麼樣的利用，這是政府的一個政策啦TV 市場所提的林地的部分啦就講。我想可能當時種油茶卡，那個山坡地的茶田可能係茶咗林業用地。迄包括林業用地，如果那個地用當平的話唔可以嚟申請水土保持局重新的茶田。如果唔到地政事務所去申請講，那就會土地叫做地號，因為我想我申請水土保持局重新的茶田口迄講建議咪講。人家土地有部分咧較平，伊搭土地伊範咪有較平有較起嘅，唔可以像地政事務所分割開來。平嘅部分就來劃到農牧用地較起嘅部分就得以保留喺林業用地。安尼反而個農牧用地嘅部分就可以嚟申請。好，中策也得安尼好，先感謝安妮楚總的回應。我先把問題也請教我們科長。其實剛剛鄉親朋友提到，如果說這個次森林如果能夠斬除，然後來擴大面積可以種油茶樹，這也是在政府鼓勵的方向跟範圍嗎？當然，很多政策在鼓勵、在推動的時候，還是要在建立在整個合法的一個前提之下來做推動。那如果說還是屬於在林業用地，我剛剛補充這個處長所提到的，如果還是屬於林業用地，那可能面臨這一個土地使用的限制還是要去做造林啦那如果說你覺得說你的土地就是比較平緩那我更正一下，應該是針對土地的坡度的重新
这个可以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勘定。那你把平的、把比较缓坡的是不是可以用重新编定的方式来编定？改编为所谓的农牧用地，那你就可以去种这个油茶。那陡坡还是一样要种这个。那如果是说像在这种杂木群比较没有经济利用价值的，它如果是可以比较渐进式、过渡式的种一棵砍一棵、种一棵砍一棵的方式，慢慢的来成全这样子，因为油茶树本身也有水土保持的功能，现在跟原本树种功能并不相抵触啊，这是可以考虑的方向吗？确实这个目前我们农委会的林业试验所我们徐主任这边也有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希望跟农业跟林业可以来做所谓的混农林业这个措施，那在不违反水保的前提之下，也能够照顾我们的农民的生计来有一些收入这个是可以达到双赢的这种情况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就可以再请我们的徐主任再给我们再多一个补充。是，那我们就把问题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任。谢谢那关于这个农业跟林业来共同经营这一部分大概我刚刚也提过了那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坡度的关系。实际上你将来油茶采收的时候，你的树高可能会跟人一样高，在坡地比较大的地方，你来做这样的经营，你在采收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所以坡度比较大的地方可能还是要来避免那另外，为了水土保持方面的需要，或许你需要去做一些比较简易的这个水土保持设施。那我们林试所目前已经开始在朝这个方向去做研究。那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监测水土流失的状况。那将来有这些证据的时候，会提供给农委会提供给政府以后，那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政策推出来。好，这是主任了评价会议。不过呢，其实农会甲秘书也都现场农会秘书我请秘书，我绝对也请问一下其实你从起日来让农民接触啦记得你下有讲会推广种茶油树，你实际观察到农民你下真正拄到下实际的困难面临等下会解决嘅问题，係咪像安樣真正要受到限制？你講種土地方面，你也絕對為農民嚟做回應一下嘛？呀，土地方面两个拄到困难，就係講你省搶補助，也什麼你縣政府啦除了農糧署有補助以外，縣政府就你沒有啲縣長有補助的啦但係就卡到家講嘅種沒有問題從頭就睇佢講，我想去種我沒有來來冇我講，因為你農民咧茶沒有加施去設計法咧，講一價也冇按到試驗所也係咪提供按好嘅品種嘅苦茶苗你係一個問題聽一個問題就甲佢講嘅你掠下就農牧用地這樣做得補助迄無嘅話大家愛種咩無好補助大家就會有怨言講做嘛按樣嘅我基本上要做種做嘛做唔得種做按樣嘅你拄到嘅困難睇又就係按樣嘅好，非常感謝。秘書大家整理咧其實你下品種嘅問題係一個大問題，土地使用嘅問題係一個大問題，因為農民為主如果政府政策鼓勵，係咪你政府嘅補助方面嘅做得較順勢？你先係講下，因為嗰度做咧繼續針對嚟討論，但問題嗰繼續深入嚟上。
家个转到村民大会个讨论现场，了大家知哦，了个茶油阿蛮好，了种茶油也系个动好个机会，因为政府个政策鼓励吼，为向那个方向持续去进行咧达标。不过农民都时重要时间，如果拄到现实个困难到瓶颈哦，那问题等来积极改革。主任，我想先请教，刚刚其实农民都提到，当然在用地上，当然如果你要扩大面积，那当然可能要争取更多的土地来试地试种啦哈。那但是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现在我们的油茶树的这个育苗、这个种苗，当然还是本土提供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农民就会碰到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瓶颈限制，当然包括种苗它的本身整个系统的品级的提升也好，还有它是不是能够抗虫害、抗各种的天灾的那种能力都要再加强，让他们在往后要继续续种的时候，可以得到比较更大的技术资源。这方面就是要请你做回应了。那这一部分，我们将来的这个方法是用扦插、用插条的方式来繁殖。那插条方式来繁殖以后所得到的苗木，我们还需要再回过头去种，因为以前在某个地方采到生产力最高的这个品种，将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并不一定是最高的品种。所以这一部分大概是我们目前已经有这个进度。那今年也开始去做大量繁殖，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逐步去解决。那这个品种跟我们现在农民现地所种的这个榨油量，大概可以差别到几个百分比啊，或者是？目前我们农民所种的品种的来源，最主要就是从朋友之间取得的，就是那个油茶树底下捡来的这个苗木茶籽所以它这个是没有经过筛选，没有经过筛选的时候，它的产量是不稳定，还有它含油量也比较不稳定。比如说它可能含油量从25到35到40都会有。那我们的做法是把含油量最高的这个品种选出来，把产量最高的这个品种选出来。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跟目前平均的这个收获能够至少提高个5个百分点左右的这个标准。是，那这样这些品种也都是可以公开散发出去的哈。将来这个品种好了以后，可能你会透过农委会这个机制，看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推广。科长，其实过去农民不大爱种苦茶油，或者说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作物，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产油量或者它整个在栽种的过程中也没有那么理想。那现在如果真的要推广，是不是这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农民？确实这个苦茶油的发展其实不是很早了哈。那目前农委会这边其实也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努力来推，所以我们今年度也特别跟这个科技部争取了一笔蛮大的一个经费，专门就针对油茶来做研究那维持是4年的时间从产制销到油品的分级，到一些产品的认验证，甚至到一个所谓的机能性验证。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说苦茶油可以健胃整肠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们希望透过研究，没错，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是正在如火如荼在推动。那预计是明年开始来做那前置作业已经都完成。那刚刚乡亲所提到的种苗或者是生产栽培等等，可以把产量还有含油都能够把它稳定下来，甚至能够省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后续这个怎么去采收，怎么去这个省工的这个栽培，这个整个计划我们的团队都有在做。那刚刚有提到团队里面农委会成立的这个团队里面就有包括我们的林业试验所、台南区的农业改良场、茶叶改良场、农业试验所还有一些我们学校的一些学者专家都进来了所以阵容庞大。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技术来解决我们农民现行上的一些问题。好，乡亲朋友谈到了下对冠然记到政府部门代表提出安样嘅回应，看得出记到填修嘅那个政策嘅美意啦不过大家还有其他想会提出嘅问题，也做得食力机会来提出问题冇抢卡手。我们先这位先生。油茶呢，係一種非常天然健康嘅家呢食用油。去年來呢，在呢家呢政府部門呢推廣之下呢，年年家呢種出嘅面積呢越來越多。唔過講家呢嘅對於呢茶油方面嘅研究呢，實在就非常嘅家呢嘅少啦係唔係講家呢嘅像呢農政單位呢，能夠來成立一隻家呢專門研究嘅家呢嘅機構。來對呢家呢嘅茶葉嘅栽培管理，個品種改良，甚至於講呢榨油技術方面，來做一隻講家呢嘅改進，來本呢條家呢農民來
生产出一种优质的个茶叶来本地消费者。你除了你下炒过数，也系零售数，两方面，还冇办法本地都有直接嘅填收吗？我是希望讲，迄有只讲间咧专门咧，像类似于农改场吼，其中喺专门研究咧间咧单一嘅嘅茶油的茶油方面咧，好，所以其实农民有这样的需求。如果说这个油茶产业将来是一个重点发展产业的时候，是不是相关的研究单位、技术单位或者一个专责的单位能够来全权负责？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乡亲朋友反映吗？盖盖小极限好吗？那个小姐，我们一个一个来哈。你好。向总，各位处长，大家好哈。你头先讲的法，我头先农民也有当认真烫了哈。刚刚那位先生说，采收的问题，真的采收也很辛苦，就像摘茶样的，一批线一批线，我头先油茶子面一摘一摘，头前就摆一只蛇雷公的。该先生讲，很容易我头先好采收，但是采收像大陆他们采收，他们是放那个网子，给他们自然钓。那我们台湾不是，我们是一颗一颗的采收，才是新鲜的。好我们是尽量你们去研究看我们要怎么采收比较快。好，感谢。这个人力的问题，尤其是茶籽这样子一个高人力密度的工作，怎么办呢？好，还有那个乡亲。你农委会咧当都推农村再生的问题。农村再生在3万乡来讲，目前已经有40村通过了农村再生计划。在全省来讲，应该是当高的一个乡镇。但是做到目前为止，我想法还带两北部沙期都推动农村再生呢。还要考虑到一个人力的问题，怎么样永续要当个很重要的一种事情所以讲，你政府部门能不能要考量到讲，汉把人力用来资源，要到偏僻的沙期，尤其要到沙期的人力，真是呢一年比一年的老化，也全国的趋势了当然，你样板原来是知道你偏向有一条高经济作物，但是同样有人力可以来采收，也我嘅希望，我建议。副兄，感谢了解乡亲提出的问题科长，我想请教，现在政府非常积极鼓励来推广种植这个油茶树，可是它就是需要人力去采收，这个人力在农村是这么样严谨缺乏的问题，我们有看到吗？确实有这个部分这个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少子化，包括人口老化，这个不光只有在农村我想这个是整个大国家的一个政策，甚至之前我们马总统又提到说，好像也把它视为一个国安的一个案件所以我们希望鼓励生育，鼓励这个年轻人回到农村来这个经营我们的农业。那所以农委会这边也有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青年农民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措施了那当然。面临这个人力老化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技术的部分来做一个改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挂网，或者说相关的机械收获的部分，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包括像整枝修剪，我们可以让它起衣成熟，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它更方便来收我们的苦茶籽不用收的那么辛苦这个部分都是在整个油茶团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专案研究的一个计划里面所以人力的这个补给集中也是一环。那科长，我想请教，像那个稻田有专业的代耕队，那我们农委会这边也可以研发讨论说，有没有那种专业采收工队，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机制，一个这样的鼓励方式，然后让需要真的有这样子采集水煮的人，他可以随意地移动，这是可以做的一个方式吗？确实，这个可以做因为目前像我们的茶叶我们的东方美人茶也是很有名。那每遇到这个产季就会遇到缺工的问题。那目前也有很多的这个采茶班队，我们在辅导成立然后来做一个调整因应，因为很多都是属于季节性的缺工，我在采收的时候才缺，那不缺的时候怎么办？我就请他。我们到其他的需要的地区来做这个服务，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劳动力的一个调整，来做一个人力的一个补足啦。的确的接下来如果农民真的要有好的收益，那一套井然有序的产销制度都要建立，这个都已经是在我们你说的那4年的研究计划里面，将来会被补强的。是这个部分都会一并纳在里面做研究。好，先讨论到那边，我个看到还有乡亲朋友会反映的你先把这个意见讲出来。这个先生好吗？因为政府呢，品种也无改了。以前日本时代传下来的细粒的，这个工钱又多，你个当输成起来，你输越多的钱多。问题收个一家人去嘛，
系嘛？啊，双摆发电过程中的创作，伊咩来切来，第了，慢慢讲比技术比谈。伊冇来讲，人公司咁人会打起做梦，啊个干嘛？人家一到啊，伊讲因此人个，然后因此人个都伊说人哋啦。好，孙先生，我请问一下，听下你讲，你会加工从动态没吼？你咧下修改差值，了动体，你即个种的差值的量，难你修么啊？当然唔难，你规则3分钟半还未唔难。哇，大家唔难种，所以其实。你嘛，按台湾来呀，最少一年有6000吨以上。6000吨以上哦。造位哦，唔系设备哦。两下根本没有1%的量啊。那个设备哦，是可能乘以3，造位乘以3就差不多2万吨啊。好，所以其实咱水学的经济唔难啦哈。好，欣赏性感谢你，科长。其实刚刚农民朋友讲到一个哈，像我们这种茶油产业哈，是国内的需求量很大，可是又完全高度依赖外国进口。像这样一个特殊的作物，刚刚我也要请教一并请教我们主任。那农民都讲到，其实好像感觉到长期以来政府就一直把它视为造林作物，并没有在主要在物产上给它比较多的重视。现在我们碰到就是说，主要就是在这个品种上还是有受到比较大的限制，这方面真的还是要再回应更加强是。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台湾在目前在发展油茶早期啊，确实在整个造林政策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水土保持的一个政策底下，那这个油的这个食用也不是那么风气啊，主要我们国人在食用的油类还是以这个沙拉油，就是我们大豆榨油，还有花生油、胡麻油这几个油来作为主要食用的油类。那苦茶油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养生风气渐行之后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也重视到了我们也希望说赶快来这个做一些相关的研究、相关的推广。那现在目前不足的部分，当然会有一些进口的进来，但是我们国内的部分，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现在有1000多公顷，那纸的生产，茶籽的生产，也将近快有2000多吨了所以这个量也逐渐，我们希望说透过相关的技术改良，能够赶快把它提升起来，那农民的收益能够把它稳定下来，这个是我们希望来推动的。徐主任，你觉得我们这研究动能够吗？如果说过去长期一段时间，我们相关的产业链的相关的技术研究团队或者是知识的建立，这个专业条件的建构，你觉得现在有缺口吗？还是你有什么意见？其实林试所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曾经推过一次油茶，我想各位乡亲很多那个苗木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推广的了那后来就是因为竞争力的关系，还有我们国民生活习惯食用油的这个关系所以慢慢的会没落下来那到目前为止，因为大家食用油很重视，所以它变成一个很高级的油那跟一般的这个油比较起来，它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价钱差异那我们目前的规划是说，要让它形成一个专区产业专区然后让它整个产业链在同一个地区来形成。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整个生产的技术往上提，建立在这个地方上，也可以提升机具的使用，也可以有效率。那整个生产也可以把这个运输的费用、各种生产成本都把它降到最低。那有一个生产专区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目标。那林试所目前可以做的部分，就是从品种的这个选择，然后经营管理方面到采收到种子的这个初级的这个储藏处理这一部分，整个把它完成。那后续因为整个团队里头还包括有农试所、农改场，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分工，还有大学，那慢慢的把它发展起来。我想这个产业应该是很有前途的。是，比如说我请问一下，其实你下农会推广，你下菜地嘅那个茶油那个包种也好，品牌嘅建立也好，你菜地打出去个名声可能常做在正本区域买到很较好。对了方面，行销方面做在天数，你农民嘛解？咧行销方面啊，啲农会来，参加农会立場來講嘅話，因為你苦茶油產銷班嘅油咧下來講係全部都唔啱賣，所以對一樣品牌嘅啲農民就下冇按上到講按需要，但係呢未來係講你要增加來種出嘅話，產量係增加嘅話，咧就係輕鬆有問題。好。
就好，感谢秘书。就像秘书讲的，人牌量太了后，那个问题都会一直来浮现的吼。所以你可能大家都会见微知著，你下人牌真紧时常会空台，做该蹲马步该功夫吼，你下大家都会先做好咧。好，你下个开封本，你甲现场乡亲朋友个提出，针对你菜题该差异做到安好，你下人牌生产处理过后，为行销为大品牌，你都如果嘛个建议想法咧，请卡手，好，大家先上线。我种梨啦，我当时种个苦茶油哈。贵种茶油咧。但係睇我看到個利潤係下到用乜嘢？一個檔哈，73萬元。嗰73萬元係我講是係最終的收益，包括人工、炸油。唔係講特產人種嘅，大家主要嘅機器呢，嗰一台機器就8萬、800萬東西。所以講你要3小班要機器。過境村最大要機器，一般農民來講，佢種嘅東西，通常佢都來塑膠。我意思講，係咪塑膠嘅價錢提高？哦，有好多農民。至少落種窩差唔多，而家當農園10天咪差唔多啦。又係講政府來保證價格收購，提高大家嘅種嘅意願嗬，係一種面積會增加。靠政府一個種補助10萬元2年，咪講要強硬拍錯嘅10年都冇法數算啦。那個價錢塑膠嘅價錢嘅問題最大問題。好，非常感謝那個農民朋友提出來的意見哈。好，大家線上你好。有關這一次我們長官有講到那個休耕地，來種油茶的問題。這個我也看，我們資料也常常鼓勵我們在休耕地裏邊種油茶，又再種那個造林。是。但是我們休耕地的規定不能種任何東西，這個很傷腦筋。他要你休耕地活化轉做。那小茶樹要5年以上才可以採收，那麼5年中間的除草很嚴重，那工很嚴重，肥料各方面都很多工啦。現在尤其是農業收費啊，一般都老人家了啦。沒有年輕人要做了，所以呢，我希望說講那個休耕地啊，那個補助期間可以延長一點，不要3年半而已，以後就沒有補助，剩下還有3年呢才會生產，那就會影響到農民的生計。所以那段空窗沒有補助的話，農民也很難支持得下去。自己還是要管理，是自己要管理，影響到農民的生計。是啊，而且現在一般種油茶來講，整地再種下去，最起碼一甲地要20萬，最低最低限度要20萬，因為那個休耕地的話，那個底下的土層很一層，當硬咩？冇用槓樹壓抑來，種落去唔會很緊啊，根本不會滲透下去。下雨天一來，剛才那個班員講的會落葉，就是那個原因嘛，因為底層沒有下去啊。所以一方面希望說延長時間，二方面能夠多多少少補助一點肥料給我們農民來撒這個肥料，提高他們的產量。好，待會您這個問題我立刻就會請科長來做回應。好，感謝。還有鄉親朋友們念的嗎？好，那個先生。我希望呢，哪個國土老太嘅農民提供啊，N2來種茶油，但是政府要有一個態度 ，WTO 有沒有限制太多嘅茶油自業？真巧，永久人家農民屬於吼，種啊，然後頭險，後背呢吼，最難睇咧。因為講中間上剝削睇嗰條利潤咧，人農民永久沒拿唔到利潤，也一個當嚴重嘅問題。所以講，人哋政府有沒有把關？把關，太多嘅面積案法，佢種嘅茶油是一多人思想啊，係咪？我影響到人家本地農民咧，人家講到呀當貨價，但是一段時間過，係咪做得持續？他係有希望嘛？我相信當到觀望民眾係睇下到位嘅。好，非常感謝那個信上。現在如果說開放這個中國大陸進口的茶籽，它的價錢啊，只不過是我們台灣本土自己產的茶籽的1/4。在這樣子一種那麼競爭的壓力的情況之下，其實本土產的這個茶籽可能真的是生存空間很低哈。待會立刻請長官來回應。這位先生，我係有一種問題哈，就講因為茶樹啊。係一毫米茶籽啊，茶油啊，哈。問題上，佢開發到8月9月和疫情上啊，到9月和做咧，到10月去摘啊，掉過當陰蟲，
落果很严重。所以我哋问题提出。好，感谢。杨批的请科长来做回应。科长，请你回应我们农民乡亲的提问。那我针对第一个休耕地这个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事实上油茶这个就长期作物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前面的这个3-5年没有收获，有点难熬。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有把这个收购这个所谓的补助的补贴的金有从原来的2万4我们有提高到4万5一年就有9万块的这个补贴金。那这个部分当然除了这一个可以让农民来做一些相关的管理所需要的一个成本支出以外，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部分是补贴农民在没有收获的时候的一些收入啦我们也是审慎谨慎来做相关的一个考量，所以才定出来这个4年，那1年有9万块，那最后1年我们就减半也就是说我们前3年会有9万的一个补助啦那我们会有一个滚动式的检讨吗？会，那个后续当然在这个是一个中程计划，那到105年结束之后，106年接续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检讨。那另外刚刚也有提到这个大陆进口茶籽的部分，其实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其实目前大陆的茶籽本来就可以进来，等于说是一个开放进口的一个产品。对，可是这样子国内跟进口的价格挺混乱的。对，所以这个部分也在我们的科技计划的研究的一个范畴里面。我们知道说大陆进来的大部分是以主要以大国这个油茶为主啦那这个油脂跟相关的一个香气啊，相关的一个成分都跟我们的小果是不一样的。大家都会讲说，我们的小果的油茶特别香，可能里面的成分会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说可以找到这个不一样的关键成分来作为后续区分的一个这个方式啦那在这个技术还没有建立完成之前，当然也有一些配套的行政的一个措施出来，包括我们可以推这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推这个产地证明标章，就是地理标志。我们未来也可以请公所来协助我们来做所谓的3湾油茶、3湾茶这个油茶的这个产地证明标章。那透过公所的一个认定，我去跟你勘察，你有种我就核发这个标章给你，那让你在你的产品上去标示这个公部门所这个认同认证的一个茶的一个油的产品。那既然我们要强调差异化，就是建立在产地嘛，那现在场地自己要加工，又没办法顺利拿到工厂登记，这是不是又有点困难呢？目前农民如果说我们的农民或者农民团体在我们的农地上要盖这个加工室，目前是没有问题就是说跟我们的县政府来申请所谓的农业用地做农业设施的容许使用就可以去申请到这个加工室的建筑执照。那你有这个建筑执照，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建物，那你要在里面做农产品加工，市场是没有问题，然后未来量大的时候，对，如果说量大，你变成说像我们这个金村工坊这么大一间，可能也许希望去取得这个工厂登记证，未来可以出口，可以取得相关的一个文件的时候，那也许就要另外思考，可能我们要朝目前的法令规范是要走到丁种用具，要用地，或者是要到工业区里面去设厂。那如果说你在农地，因为目前还是受限于在国家土地政策，我们有一个区域计划法的一个规范农地只能做这个农业的使用。而现阶段的法可能限制还是在这边的是。徐主任，刚刚农民也提到，其实这个茶油树大家种呢也蛮有心得的啦说他平常要采摘，要到最后要采摘的时候很辛苦，要一颗颗摘，可在栽种过程中他又很容易落果，该落的时候不自己落不该落的时候自己落得不得了，这个好像还是挺难被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多帮我们农民一下。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油茶因为它这个果实从开花到成熟大概要1年的时间了那1年的时间我们就有1年的风险。那台湾1年有3.6个台风，所以你很难不碰到台风。那另外就是刚刚也有一位这个乡亲提到，就是说土地积水的问题这个其实都会造成落果。那落果的原因可能不是只有一种那有很多可能需要去看看是病害虫害还是环境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土壤环境不好那这一部分在我们团队的这个经营研究里头都会把它列进来慢慢的都会去了解这一些问题。那将来也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比如说建议你应该你的林地你这个农地上在种油茶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土壤的管理让这个问题可以来解决，是这样的。好，最尾快访问你现从改乡亲朋友还有其他的问题会提出来吗？好，我们先这位，然后再给友伦。站在农会的立场呢，农会呢本来是一个布托单位啦，
但是农会本身就冇经验，一样普通人，所以讲呢，我牙医师呢，所以讲经过去，那位有专家来讲有专家，那就请人哋同仁去请意，转到来农会将来重新再个来开会，慢慢来讲，大家要谈较清楚啦，至于呢，农民创业问题是钱啦，你就讲农话补出的问题啦加什么啊乡长啦伊体开叫就讲，有问题出来什么乡长，乡长如果倾向哪一听住啦，因为县政府按到位状况我相信大家都会来农会来帮忙啦同時咧都有希望那有錢啊，就人那搶。好啦，農夫也多多提醒農民咧做孝修啦感謝你。好，蓋先生，我們以前叫產官學去年我提出了一個叫做官產學。就是由政府主導一個政策，然後借由學術的一些支持，再加上產業的一個動力，然後現在呢還要再加上2個。我現在今天看到的一個是農民的信心，第3個、第5個我看到了什麼？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客家的文化，就是我們的媒體、我們的文化也加進來了。那在这个产业上面，让我们年轻人看到了什么希望？什么叫做看到了希望？因为在这个政府的重视之下，再加上学术的引导，再加上农民的支持，我相信这个产业在这个环节里面是可以很健康、很有活力的往前走。绝对是可以做的，绝对是可以做，不然我做了20几年了。对对对。那我对于未来来讲，对于年轻人的投入，我相信会吸引很多年轻人他来投入我们这个部分。像今年我先预告各位，今年的原物料绝对要再涨20%。为什么？去年的原物料价格大概是120块，今年原物料价格一定是150块起跳。所以我先预告给各位所以这个产业不是没有它的前景，它有它的效益，只是我们产业跟学界之间，还有跟农民之间怎么去配套。让农民的效益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去进步。那你觉得现在这5个环节里面有没有哪个特别要加强的呢？你观察？其实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跟学界。政府跟学界我们生产界已经准备好了。好，还有没有乡亲朋友要再发言的最后的机会？好，可能盖盖小姐也会反应。小姐你好，我听到说大家其实有103.8公顷是很多的一个茶园，那是不是也许我们有一种观光？茶园那开放让大家可以找一块出来，然后这样对外界打开一个窗户，可以进来看。对，年轻人也可以在这边发挥所长。对对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林氏所我们长官的部分，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休闲农业就是在山坡地，因为我们苗栗是山县嘛，那是不是有什么限制的部分？好的，谢谢年轻朋友的提问好，那个抢推档来瑞宾瑞走复印还有给的，我们先从处长开始。针对刚刚农民朋友都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抢处长瑞走复印还有你进不进来给论？谢谢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刚刚您提到有这个休闲农业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水保局的部分也一直在推动这个农村再生的部分。农村再生的部分，我们一直要求说，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跟这个农村再生能够结合。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来呢，能够推动我们乡村的这个旅游线、旅游轴线就是把我们休闲农业区里面所有能够玩的地方、能够吃的地方，还有东西可以采购的地方呢，能够结成一个1到2天的这个旅游线就是说，任何一个观光客进来，只要找到我们这个旅游轴线里面其中一个点的话，就能够把所有的观光旅游线把它串联起来。这是我们未来想要规划的这个方向希望能够把这个点结合起来之后，能够推动我们这个农村旅游的这个部分。好，非常感谢处长，你也抢寇总的走复印。好，那我不晓得乡亲有没有听过所谓的6级产业所谓6级产业，1级是属于我们的基础生产，2级是我们的加工，那3级是什么？3级就是我们刚刚这位小姐所提到的，我们要把服务带进来，我们把服务这个体验经济这一块把它发扬光大。那我们希望1、2级加3级加在一起就变
6级产业。那我们现在目前有几个产业值得这样来推，然后结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产业文化，结合我们的观光休闲体验，还有一些相关所谓的异业结盟这一块哦。那目前茶的部分推得很好，我们茶东方美人茶有很多的一个这个文化体验相关的都进来了。那相信我们的油茶这个产业也是后续所谓的明星产业，然后我们可以把体验采茶油、采茶籽、榨茶油等等这一些体验观光的部分，也可以把它引进来。那当然，我们要去推这些休闲农场的部分，相信这个部分也是要去符合我们的土地使用的一个规定。那我们苗栗是3层，这方面会不会有困难或一些障碍？这个可能进一步要问处长，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说是属于农牧用地的部分，你要去设这个休闲农场，应该是可以提出申请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经营，应该是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也请处长再帮我们补充？好，请处长补充。目前我们苗栗县的这个休闲农业区有9个休闲农场，目前有58家，在全国的密度算是蛮高的所以说只要业者有兴趣的话，我们农业处都非常乐意来辅导大家。好，愿意乐意辅导。好，非常感谢处长跟我们的科长。最后我们请主任做今天的结论跟回应。谢谢各位乡亲那刚刚科长有提到说所谓6级产业当然我想我们第一个应该先把这个我们的产业链把它建立起来。那建立在哪里？就建立在我们这边了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产业链，我想我们的6级产业在推动上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助力很快的就让这个油茶在我们这边形成是一个地方特产，也是一个地方文化会是一个很好将来各位在生活上的一部分谢谢。好。基本呢，3位那边就讲到一个重点政府方面除了政策方面，也系讲经费补助方面，当然还有行销品牌包装，两方面嘅专业技术基督都会参望过来提升。因为农民朋友也讲，已经做好准备咧所以老了个上面规模做到喊卡台，做得真正写到第2台、第3台呢，做得继续陆续咧加严本来个产业做得冲冲叫，对因个环境空气也好，对个生态环境水土保持也对动好都是可能为了一个新嘅产业做得有个本意带起来了。那今位安尼出面台会到3万乡咧讨论了个议题，也非常感谢乡亲朋友嘅收看，祝大家平安快乐，安尼再会。